微笑讲客语 ，Vivi Cell 讲客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话，Vivi Cell 讲客家的时间喽。我们常说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。像我平常周都搬上戏哦。什么叫做周都搬上戏？就是工作非常的辛苦，我也很想偷一点闲去接近大自然哦。这时候爬山、踩踩溪水是最好的了。爬山客家话叫做客山，客这个字就是爬，客山就是爬山，客过山某。客过山某就是你有没有去爬过山啊？再来呢，溪水客家话叫做行水，行水就是溪水。哇，要条行水陡强哦，这条溪水很清澈哦。但是呢，在台中县的大甲溪，客家话呢，它并不是用大甲溪这个说法，它用的是台甲行，台甲行。但是当地也有人说成台甲河，台甲河就是用河流的河这个字咯。所以下回你到了大甲溪地园的时候，要记得入境水族哦。哇，要条台甲河懂宠哦。台甲河就是大甲溪，而大条的河客家话叫做后巴，后巴。像我记得我小时候暑假的时候，最喜欢回到苗栗乡下，到了后巴笋烘一搞，后巴笋烘就是指河巴，就是河边岸就对了。那么呢，后巴田就是指河边松软的土地哦。有时候遇到水灾，很容易被冲走的呢。那么客家话的山上呢，叫做山荡。山上叫做山荡，荡就是顶的意思。那么山下呢，叫做山脚下，山脚下，脚就是脚这个字的意思，还记得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不管你爬什么山，记得登山的装备是很重要的哟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的东西。首先呢，我们说爬山呢叫做客山，客山不要忘记喽。再来呢，大条的河叫做后巴，后巴。山顶呢叫做山荡，山荡。山下呢叫做山脚下，山脚下，山脚下。我是许薇老师，别忘了每天来学一些客家话咯。按字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